來看高雄美術館甲台電合辦的公共藝術展呢，佢當中有一搭是用回收的家電所做的裝置，會當開放予囡仔來耍的。也毋過，所有囡仔佇咧佚佗的時，倒頭栽安尼摔落來，加在人是無安怎。策展的單位是講會來考慮把這器材加強固定。一個細漢囡仔坐佇個積水班做的玲瓏馬仔頂懸，所因為換手是活動的，一個無拄好對馬仔頂懸倒頭栽摔落來，驚甲哀哀叫。這是高雄美術館甲台電合作的公共藝術展，藝術家用回收的氦電器打造成玲瓏馬仔摩天輪，讓囡仔去體驗互動，所發生囡仔對玲瓏馬仔摔落來意外。主辦單位表示，現場有隨確認囡仔狀況，加在無受傷。因除了有做告示牌限制身懸體重以外，工作人員嘛提醒年歲限制，後續會考慮加強安全防護。這次事件之後，其實我們會汲取教訓，那也有跟藝術家這邊聯繫，是不是說能在例如說扶手的部分有需要可以調整，在加固的部分，我們也會再做討論。那這個速度多少啊？大概？它轉一圈，我記得是3分鐘。主辦單位強調，這項活動藝術品有經過移動式悠久的認證，安全無問題。真正捌展示過2道，唔捌發生過意外。有不少民眾看到網絡影片，攏認為迄項設施的速度其實無緊。主辦單位甲家長攏有責任，尤其安全評估甲決定權，其實攏佇咧家長的身上。那邊的工作人員自己也要先去告示一下爸爸媽媽說，幾歲比較適合？如果你們覺得安全性上有考量、有疑慮的話，你們就可以不要做這樣。我小孩子幾歲，他可能有比較好的平衡感，他能夠有抓取的能力。我覺得這個主辦單位是應該要做這個安全的措施。主辦單位表示，這項設施年歲限制是3歲到12歲，較細漢的囡仔家長會使陪咧坐。迄天因為是細漢囡仔，工作人員嘛有問家長要坐無，家長講唔免。後續因會加強年歲限制甲安全的維護，避免佫發生同款的代誌。記者柯家族、顧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